这个贱人哈，你赶快出来哦哈！哎呀，你即马是安怎？哦，啊，你个坐假大班哦，万花楼的基女尔，挑白衫啊！你这叫做什么？你敢知影？你这叫做哦，水饺咧加元宝，害人扶搁加跋倒啦！本少爷，阮就是有钱要提钱甲你压啦。你即马就是哦，下车下陪，拢爱来陪阮啦。老公主，你咧叫我哟？请你自重，上好是莫伫遮惹是生非。若是有啥物万一，莫怪梅英无看过你。哎呀，你即摆威胁我哟？我看若要甲你掠啦，那我吼掠千掠万哦，掠你这哦是南山啊！安怎？你会惊吼？本少爷这歹你阁袂惊？好你啊！我一定要找一项物件，互你惊甲皮皮喘。你当初在咧看这哦？啊？主手。你会惊哦？嘿嘿，物件伫遮咧。甲物件空啊？无你来摕啊？伫遮啊？摕袂着咧，无爱嫌你咧，安怎？嫌我？无爱嫌你啦！那两只草莓啊，你也靠家咧哦！我无爱互你捡，我即马要甲大好歹，要甲硬好喙，哼！要无你想要安怎大好喙？喙糊糊啊，自作自受好，你无我的法度啊啦！谁叫你敢掠我大好歹？哇！目睭叫甲大蕊，比手画才要相拍哦！啊！我有来甲你拍啦，我唔惊你啦，我叫你来啊！哎呀！小姐，不要生气啦，公主啊，紧走，走走。